曾经担任里长、新华镇代表会主席加新华镇长的议员李文俊地方实力坚强。地议会总日顺即回将对有大量回流却找无适当的土地为例，要求市府加速开发新华以港工业区的马地。伊强调面积加有90公顷，加上水电充足，基础建设个便便，配合南科产业生活圈来发展，相信会当吸引厂商进驻。会中除了甲都发局长交换意见，嘛希望市长任内好好规划。对此市长回应，会伫通盘检讨，好好来评估。咱会当来甲开发迄地90公顷吼，因为21公顷，佮加一个周边伊的腹地，还佫有一块60公顷、60几公頃左右。咱到可国美，迄个富雅乐，你敢知？市长，富雅乐你知嘛吼？啊，这个优点是安怎？你敢知？因为咱这边，咱若按国道3号落来到178线，哦，到178线入来，就来到迄个公益8工业区。过来，咱南边，哦，伊内底会经过着木加溜湾大道，过来搁较落南，咱即马是毋是西拉雅大道？即要跨过三商工业区，迄个西拉雅大道。哦，咱拄啊好来接着即个西拉雅大道这片，拢总来甲规划做迄个讲啊做，这要做零星工业区嘛，无要紧啦吼。你著甲做一个工业区，安尼落开发。我真正讲的就是讲，恁落做一个通盘检讨，市长，这点你会当同意的袂？我会当同意讲，即摆随来检讨讲，即个用地是毋是有够？啊，而且迄个你讲本来已经有20几公顷啊。对啊。20几公顷，即摆。对外连外道路吼，准啊会当实施。啊边啊，你讲腹地有60公顷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咱来规划讲，这60公顷啊，甲20几公顷有相连。对啊，啊是毋是会当来规划来评估看卖然后？好啊。另外，面对新市区居民将对申报电厂第1期环境影响说明书当中有答应要有回馈金，算算的20档内欠21亿，联合民代要来对讨议案。对此，议员李文俊嘛要求经发局爱负起监督责任，态度爱强硬，为民众的权益来把关。咱的新闻，军事林彦光采访报道。